炒股唔使驚，兵哥喺大廳。主力係點樣利用大陽線出貨嘅呢？如果你睇到一隻股票出現一條咁樣嘅大陰線，你敢唔敢買呢？我諗你應該唔敢。咁如果係出現呢一條大陽線嘅話，你又敢唔敢上車呢？呢個時候我諗你大概率會追。大陽線永遠要比大陰線更能夠誘惑人。就好似呢一隻股票，股價處於橫盤調整嘅階段，然後打出一個漲停板，唔拉個漲停板，前面呢啲套死嘅籌碼又點會捨得賣出呢？唔賣出籌碼又點會轉移到主力嘅手上呢？東風吹，戰鼓擂，前面一個漲停板之後，股價繼續調整。當籌碼基本到位，佢唔拉一個漲停突破股價，你又點會去追呢？你唔追又點會助主力一臂之力呢？然後股價打出兩個漲停板，所以呢個階段主力同埋我哋散戶係同一條船嘅，都想股價越走越靚，都想將呢個蛋糕做大。留意翻呢一日嘅成交量係爆量嘅，講明追嘅人好多。咁問題嚟啦，主力幾時洗盤呢？3板、4板定係5板呢？呢個取決於主力嘅實力同埋市場情緒。然後第二日走出大陰線，咁呢個時候究竟係洗盤定係出貨呢？你可以懷疑佢係洗盤，但係如果我哋已經身在局中嘅話，咁最好就係要對佢進行有效嘅驗證。然後第二日走出反包嘅漲停板，咁就可以證明前面呢一條陰線就係洗盤，所以可以上車。然後第二日再次走出漲停板，嚟到相對嘅高位，好多老友記可能認為會出大陰線就係出貨，但係事實上大陽線往往先至係主力出貨嘅第一選擇，因為大陽線永遠要比大陰線更能夠誘惑我哋散戶想消費、想入局。主力會喺度諗，唔拉漲停你點會追啊？你唔追我又點樣出貨呢？所以話，當一隻股票追嘅人多咗，成交量就上嚟啦，主力手上嘅貨就容易出嚟。一隻股票高位一旦出現爆巨量，就有出貨嘅嫌疑。然後第二日衝高回落，走出長長嘅上影線，好多老友記可能會認為主力出貨就係喺衝高回落嘅呢一日出貨，但係事實上大陽線嘅嗰一日，主力就已經喺度出貨啦。當日衝高回落收成嘅陰線，啱好就證明呢一日就係主力出貨嘅最後一擊，所以走。然後後面股價一路回調，所以老友記記住啦，喺股市